大市下挫，邊啲股票反而逆市而上？穩健型股份真係值得關注。Up 1.87%, Josh. 大市波動，穩健股受青睞，醫療、消費及工業股表現搶眼，反映市場避險情緒。呢個信號提示係時候審視投資組合，考慮防禦性資產。接下來深入技術分析，發掘更多機會。最近市場波動，防禦性股票表現搶眼，但你可能唔知，科技巨頭博通 Broadcom 喺呢個環境下都展現出驚人韌力，佢哋嘅表現甚至超越市場預期，比預期高出0.28，反映投資者對佢嘅信心。博通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0.69，遠超市場預期嘅0.41，簡直係 CAPM 模型下嘅明星。佢過去4年收入同毛利都以18%嘅複合年增長率增長，展現出強勁嘅增長潛力。呢間公司財務狀況非常健康，佢嘅自由現金流對淨利潤比率喺最近飆升到3.29。更值得注意嘅係，佢哋嘅債務股本比率，過去幾年由1.59大幅下降到1.0，顯示管理層對債務嘅良好控制。過去1年，博通嘅表現超越咗納斯達克同整個科技板塊，佢同大市有住驚人嘅0.97正相關，係一個長期穩定嘅增長者。有趣嘅係，半導體關鍵字嘅 Google 搜索趨勢同股價呈現0.809嘅強正相關，搜索量增加往往預示着買入機會。宏觀經濟方面，美元指數全年下跌10.6%。呢個趨勢對博通呢類全球化公司嘅國際收入係個利好消息。不過，半導體行業嘅 Google 搜索量有輕微下降趨勢，雖然唔係大問題，但提醒我哋需要持續關注行業動態。儘管博通嘅市盈率 PE 高達68.99，顯示市場對佢有高期望，但佢喺數據中心等核心業務嘅強勁佔比達45%。加上穩定嘅現金流，係佢應對市場變化嘅底氣。雖然觸動比率有少少下降，但依然喺健康水平，投資者可以放心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